主耶稣基督讲，伊就是活命的粮食。到耶稣遮来的人，心灵的确袂夭糕；相信耶稣的人，心灵永远袂脆焦。请收听活命的粮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咱人活这世间需要食两种食物，一种是肉体存活的食物，另外一种是灵魂活命的食物。肉体的食物若是供应无够呢，咱人的生命就袂当生存落来。同款呢，人有一种灵魂的生命，灵魂的生命若是无活命的粮食食物来供应的呢，咱的内头的灵魂的生命就会感觉足夭糕、足虚空的。但是咱若是有圣经真实的话，伊要成做咱活命的粮食，咱的生命就会充满着对真神来的迄个真正活命丰盛。今日节目呢，伫活命的食物这单元内底呢，喜神呢要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是道路。喜神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探讨这个福音的题目：主耶稣是道路。咱知影讲，这个陆地顶面有真济道路，伫海顶、空中也拢有航道加这个航线。借着这个航道航线，咱就会当顺利达到目的地。伫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主耶稣伊亲嘴甲咱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借着我呢，无人会当到天父遐去。所以咱信耶稣呢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到天父真神的怀内，来讲咱将来当到天国甲天父呢斗阵做伙，这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愿望啦。那呢，耶稣基督伊是道路，这是什么代志呢？伫这个使徒行传17章26节开始记录讲真神对一本做出万族的人来。并且呢，预先定准人的年限甲所大的疆界，这最主要就是要互咱会当来超找着真神，来找着天顶的真神了后呢，咱就知影咱要来行，会当来行完这个天国的道路去见真神啦。所以咱先来讲，咱的造物主伊到底什么神啊？伫这使徒行传14章25节咧讲，就讲这位神呢，伊将活命馈食万物，拢赐予万人。所以今日咱所敬拜这位真神耶稣基督，其实伊就是造物主啦，伊就是活命的源头，伊也是使互咱生活当作尊老这位真神。所以咱应该呢爱来追求来认识伊。所以咱若是行唔着路，咱就愈行愈远。所以咱想到这耶稣是咱的道路。那呢，咱免来了解耶稣是道路这个道理呢？当咱一个人走投无路时阵，咱唔知要对倒位去，嘛无所在好去。那迄个时阵咱实在是上头疼的啦，上艰苦的一件代志。所以今日呢，讲主耶稣是道路，就是咧讲，假使你要登到天父的厝，你一定爱找到耶稣这位真神呢，才会当去到天父遐。那呢，人为什么会离开了天父真神？人为什么会甲真神来隔离呢？这就是带着咱去查考的道理啦。伫这个创世纪第3章22节内面讲，耶和华真神讲，迄人已经甲咱同款，会当知影善恶。现在恐惊伊伸手过去挽活命树顶的果子来食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真神就启发着伊出伊甸园去，经正着伊所做出的图，当然甲伊看出去如果伫这个伊甸园的东边来安设着基路伯，甲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着活命树的道路。这段圣经是咧讲，当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后，咱人类就受咒诅了啦。人既然犯了罪，伊甸园就袂当大，因为
真神就要甲因赶出伊甸乐园。那呢，始祖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的缘故呢，所以伊就失去了乐园的生活。伫拄仔咱所读的圣经内面有个记载，讲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一定爱互人赶出伊甸乐园呢？因为伫乐园内面有一丛树啊，就是活命树。假使讲万来这个活命树的果子爱来食，伊就永远活着。查甫人就爱汗流满面，才当得到饱食嘛。查某人都爱怀胎苦楚，有生产的苦楚，有受丈夫管辖的苦楚，有恋慕丈夫的苦楚。那呢人过着这种痛苦的生活，假使若是讲继续无煞，拢无结束一天，那呢人类真正伫苦海的生活当中，这敢是足痛苦的吗？所以真神呢，伊也惊咱人类过去把这个活命树顶的果子来食，就永远活着，永远伫犯罪受苦的当中来过日子。所以真神呢，要甲因赶出伊甸乐园，这当讲也是真神的爱。同时，咱嘛知影讲，真神一定爱甲伊赶出伊甸乐园，因为伊甸乐园是无罪的人所住的所在，有罪人根本无资格住伫迄所在啊。所以真神甲因赶出去，又甲因隔开、隔离。既然真神切断了回天家的道路，设了这个记录表，就是天使用火焰的剑四面转动，来把守了这个活命树的道路，互人无办法搁当到这伊甸乐园来，来食这个活命树顶的果子。上面呢，也是因为真神的公义，无互这个犯罪人住伫伊甸乐园内面。上面也是因为真神的仁爱的原则，惊人食到这个活命树顶的果子，就永远活着，永远受咒诅，永远受痛苦。所以，这拢是真神一个真正确安排。伫这个大卫王伫这个诗篇51篇的第5节咧讲我伫罪孽内面生我伫我母亲的怀胎的时阵就有了罪咯。这也是咧讲，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全人类拢是伫罪内面生呢。这个罪呢，还有这个遗传性，一代传过一代。所以对出世来到这个世间的人，拢伫罪内面出世，因为人是伫罪内面出世的。有罪就袂当转到天家去见真神啊，因为真神是圣洁的啊。所以始祖犯罪，互因阿母失去了乐园的生活，真神也切断了人转到天家的道路。咱咧耶稣是道路，是要甲因讲，咱免转到天家，你就是爱来找耶稣。耶稣就是转到天家的道路意思啦。伫这个箴言20章24节内面记着讲，人的脚步呢是雕花真神所定的啦。人敢会当明白家己道路呢？到底咱明仔载要安怎？当然，咱也毋知影讲，咱要行哪一条路，但是进天国这条道路是咱一定爱知影。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。人对倒来，咱就要倒转去倒位。人对真神遐来，咱应该爱转到真神遐去，敢毋是？人对伊甸乐园来，咱就爱转到亲像伊甸乐园的所在，就是天国荣耀的所在。但是人却无办法去呢，就是因为人犯罪缘故。当然，咱知影讲人的肉体按照着圣经所记载是尘土所做的啊，所以人一定爱归回尘土。这是甲咱讲甲足清楚、足明白的。所以伫传道书12章第7节也记着讲，尘土永远归于地，灵归于属灵的真神。尘土所做的肉体永远归于地上的尘土，就爱等于地内底啊。但是内面有一条更较重要的，迄个内头有迄个灵还有魂。那迄个灵呢，是真神所属的咱的，灵是属真神的，所以讲灵永远归于属灵的真神遐，就是爱转到天顶真神遐。但是人还阁有家己的魂啊，假使你若是犯罪，你的魂就爱落地狱，爱来受永远的刑罚呢。你的魂就无办法归回迄个属灵的真神遐去呢，会安尼，
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上，伊道成肉身，为着要受苦受难，为了咱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就是要为了咱来流血，要来洗净咱的罪，互咱人有资格，搁倒转到天国这个天父真神的所在去。所以讲，人死归天，这就咧讲，咱的灵魂应当爱转去到天国。但是呢，有人因为伊犯罪了，因为伊找袂到转去到天家的路，所以伊就爱去到迄个地狱所在。这是足可惜、足可惜一项代志。那呢，主耶稣基督，伊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。为什么咱安尼讲呢？咱来参考这个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加20节，这里讲兄弟啊，咱既然因为耶稣的血，就对于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伊甲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对万主经过。这个万主就是伊的身躯。这里讲啦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，就是为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这特别讲一条路，这条路就对耶稣的身躯经过呢，这就是对万主经过。对迄个布利亚经过，这个万主呢，这个布利亚是咧指着耶稣的身躯啦，也是讲这条路是耶稣基督拍破了伊的身躯，咱才会当有这条路通好行。这条路是血路呢，因为耶稣为咱流了宝血，为咱开了这条路，所以伫遮讲，因为耶稣的血，咱才会当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个至圣所伫以前这个会幕内面。圣所甲至圣所中间有一个玻璃幔子，这个至圣所也就是放约柜的所在，是真神临在所在。所以希伯来书第9章第3节，才讲第二幔子后壁，还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。伫第7节讲，论到第二层帐幕，独有大祭司一年一遍，隔日一日入去。无带着血，为着家己甲百姓的过错，来献上血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是讲，天顶的真神，伊所临在所在是圣洁的所在，人袂当随便入去。大祭司虽按照自己的条例，也是讲伊家己追求圣洁了后，然后带着牛羊的血，为了家己的罪，还有迄个百姓的罪。进到这个至圣所去见真神，求真神来怜悯。因为啥？牛羊流血，借着流了这个血，来求真神来怜悯，来赦免。但是咱知影，这个牛羊的血，这是动物的血啊，是平常的动物是一般的动物啦。甲咱人这个血的比较，这无共款啊。所以圣经希伯来书10章第4节咧讲。因为公牛甲山羊血断袂当除罪，才讲公牛、山羊的这血，这是动物的血，这是无办法来赎咱人类的罪的。若安尼，免安呢？所以伫第10节咧讲咱凭着这个旨意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只一遍献上了伊的身躯，就得到正圣。既然这是天天徛着。侍奉真神，每一遍献上同款的祭物，这祭物永远袂当除罪。但是呢，耶稣献上了一遍，永远的赎罪祭，就伫真神的正平之内。从此呢，等候伊受得，成了伊的卡点，因为伊一遍献祭，便互遐得以正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再来讲，耶稣基督伊为着咱人类的罪，只一遍献上了伊的身体就好了，就可以互咱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来接受赦罪洗礼，咱就会当正圣了。本来旧约时代，这是因是一年一遍，来献上了牛羊的血，但是这是互人想起着罪来啦。
其实这牛羊会根本袂当来赎咱人的罪啊。所以才咧讲，不得不呢，耶稣吼，伊爱来献上了一遍永远赎罪祭呢，也是讲为着咱人类的罪，爱来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拍破了伊的身躯，爱来流露伊的宝血，甲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讲因为耶稣一遍献祭，便互遐可以成圣，就是讲咱这信靠耶稣基督、接受洗礼人，伫主内面会当永远完全。比较咱就知影，耶稣基督伊是通天国道路，本来做互人甲真神隔绝咯。人袂当去到真神的所在，因为无资格去见真神，因为人无圣洁，所以爱死啊。但是耶稣基督却牺牲了伊的性命，来拍破了伊的身躯，为着咱流着宝血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所以伫马太福音27章50节、51节就记着讲，耶稣又搁大声喊叫，去就断了。忽然殿内底的幔子对顶面到下面离做两半，地也震动，搬石也崩裂。好，这就咧甲因讲耶稣基督伊受死被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当最后所伫十字架顶，最后大声呼喊，开了断去啊！牺牲了伊的身躯，拍破了伊的身躯，有一个奇妙的神迹产生啦。就是讲，伫圣殿内面，这个圣所甲至圣所中间迄个幔子，迄个玻璃吼，竟然对顶面甲下面离做两半啦。本来这个玻璃是隔着圣所甲至圣所呢，人袂当随便入去呢，因为入去的人会死啊，有罪啊，袂当入去啊。所以大祭司只有一年一遍，家己自洁，搁为着家己的罪甲百姓的罪，入去摕着血，求真神的怜悯，安尼才会当入去啊。除了这以外，无人会当去到至圣所去见真神啊。但是现在咱却因为耶稣的死，幔子玻璃竟然离做两半呢，人就会当直接去见真神咯。意思来讲，本来咱这个罪互人甲真神当中来隔绝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因为替咱死，替咱流露伊的宝血，拍破了伊的身躯，牺牲了伊的性命，为着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所以咱人类可以去见天顶的真神咯。耶稣就是咱的道路，所以咱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，会当直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祈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早就已经为咱钉死十字架了，早就已经为咱开了一条路咯，互咱会当去见真神咯。既然是安尼，那咱每一个人可以来领受这个恩典啊，会当去见真神啊，等到天父真神的家去啦。因为这一条路已经拍开，爱咱去行。问题是讲，咱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到底是愿意行，是无愿意行呢？因为这个提摩太前书2章的第4节、第5节，这就在讲伊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因为只有一位真神，伫真神甲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那是降世做人的耶稣基督。伊舍弃了家己做万人的赎价，才敢讲天顶真神伊的旨意，伊爱咱明白真道，然后来相信就当得救进天国呢。这第5节个人讲神甲人中间就只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尔，因为伊降世做人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为着咱钉死十字架顶，为着咱流着伊宝血，为了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所以咱每一个人都会当借着耶稣，爱当进到天父的面头前。所以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。这足清楚的，亲爱听众朋友，咱既然知影讲这一条路，敢讲咱还阁无想要行这条路吗？咱无愿意进到真实的面头前去吗？敢讲伫咱离世离开这个世界了后，咱的灵魂无愿意去到天国吗？咱相信，咱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咱拢想要来得到这个天国永生，要来享受天国荣耀，所以咱一定爱行这条
得救的正路，绝对毋好过去单言啦。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听到喜讯的广播，甲这个见证吼，喜讯欢迎咱亲爱的父老乡亲，有机会拨网去到阮各所在，拢有真耶稣教会，来查考真理的道，就是得救福音。咱来信靠耶稣基督，来行这条活路，咱将来就当到主耶稣所备办迄个永生荣耀的天国去呢。今日喜讯就甲咱分享到这，咱大家平安。